欢迎收听金光时啊节目。那今在节目时间里，请来叫收听是原子华英上大台唱的长篇台词3线，蜻蜓的女罗位。当爸，我还个不顾人，罗大房平常想过来他看，来他一看个不顾人，我的狗肉没喝。当初李龙明先生我出来嘛，也比狗日实在。过去搞的话啊，我不顾人还是地方起来吧。我哎，太夫人。把夫人身在好恩师，当然老夫夫人就过来嘛，推向最松一松。老夫夫人在这个面台上向一放，他到向哪里不谁在？本地之内我是第二次了，冬儿我是一个面孔一谁？过去把我一整个姑人啊，死里复在，到底太一公在地唱一个说，带起头来，唉，太客气。这他想四面不在嘛，最开心，干嘛的太客气呀？来他才不懂，你们不懂，旁边一个人在懂。邻里娘娘心着你，旁边娘娘没懂，看见阿哥郎太气，哎呀，来当中一年大里，让那东西里只讲半日，他吹下两高头不是安成功的了啊！根本我有个当面问你的，他大哥来得聪明，让我发个领子不理。所以娘娘再跟阿哥郎口硬软，他吹下两高头让东西里只讲半日安成功了。当把后下这个妹妹让问我打吹下安成功，不来是吧？对妹子妈妈打不成功也不来是。哎呀！娘娘一看没分成功，再跟阿公看看这样半日，哪会得到成功的呢？我弄不明白，要不是搞个代理的些不来是。唉，哪得能讲？我现在打工个脾气，恋爱这个吹响不得了了。倘若不成功的说法了，你不会做起，一定要成功去做起。那么呢，这来再去得来几个人，让我再应点礼吧。我来穿着布太太，叫表兄到吹响两高头，到佛里上去供孤人。佛里上本来有不孤人的，因为这不孤人呢，你都上在。有些人拿来到边下的去边嘛，这里挂了才收得的。所以现在人讲佛里上向不孤人，所以一副大马拉多叫事。我就穿着里头两高头到佛里上去供孤人，明是供孤人，两里头两高头成功之吧。啊，不喽！预备。最近孤人往海里，哎，大不如水面吹响日华哎，大不如供奉孤人，我们不是地下。30余龄与给的。哎，你心目下叫说个，我总归遇到你。对吧？今朝我还故意嘛，就要公到佛里浪下去，举人进香嘛，个佛故意就另一个。因此我个心思呢呢，也拿到边我地里下去边，他是脚趾头也没过到佛里浪下去。不好，那个观音菩萨虽是个因果起来嘛，观音娘娘也动气的。让你飞到佛里浪下去，谁有就香烟嘛，你不动气就要再拿得去点嘛，香烟是啥个？但没好，你在真好。是，娘娘对阿公看看，
隐隐如这样呢，阿明白。哦哟，当八个香港没明白，这个晓得医生怎么调调你好了？哇，哎，是儿娘娘，你哪是气劲的啦？恨不得还想得令人。而且明日与崔夏两人是大佛里供奉孤言，快去定着。明日首先的想着人工在佛里浪去定了。是一定去定着，为你送个人工在佛里浪去定着吧。那个烂塔布满了狗当中，烂塔啊听得出听不出啊？那好了，两高头的佛里浪向去，罗佛孤影啊也去定了大木了，做个脚趾浪向去也定着。烂塔一听嘛走了个女的，他那么我们来查曲相，不晓得有这个伤鬼嘞。曲相，嘿，夫人，你快到房中去生儿与我两人，佛里上去供奉孤言，你们快去定着。那他为礼上定着嘛，此定着不比那定着了呀？去吧。是，陛下答应你上面要进在房里，奴子到身马上云这里向一踏，重金为单而至。丁太太，真儿拿去。啊，当然真开心啊！这里下面是表妹帮我个忙，后来老佛孤人救救哈，甚至比包围里向一放，那么子个水。曲相姐姐，是与我一同佛里上去供奉孤人，快去定着吧。是。当你想我们是懂的哎，哥哥你想嘛，你妹妹这样个嘛，在佛里让把你去定着是吧？两高的出房厅，他可里到出房厅，然后他就跪在我的方才也打火啊，他从大门手的第二门手的回来到地上向呀，神鬼如此，方手嘛就塞2块半嘛呀，无的。当然我这个一张点吃头呢，这个一张点吃头嘛，来他跪在我想要的香嘛低下来，跪到我个头对了他嘛，实在看啊，内看得起，舍得。那么你娘娘呢？你年纪嘛轻，你心思嘛来得急，眼睛立起来说宝宝。我也在里浪向去换色相的衣裳，请来补他们来等些我啊！你一旦到不里浪去，你娘娘为大西里，他们为房，也进去换色相的行头，当被的打老四个人一个，结果老他就说来不来心思啊急，就是娘娘为也急。刚才我的到西里浪向去问你娘娘按司里哈拉也起在，实在你娘娘那到兵人光这样表兄，眼里到佛里浪向去成功之吧。其我的事我也很快再请他等候我再等一些，也比我去收得了，并这里把一发佛里浪成功吧。这个的这个2个眼睛人。当八后没开心，今这个机会嘛拿去真自家人，几波忙理会的了，妹妹这样啊。
飞龙里呀，两高头不要耳洞，大卡里头啊，弟弟亲，公公亲亲，啊，弟弟亲亲，公公随风不言，理当亲亲。哎，弟弟是哪里话嘞？像姑丈相为，为是姑丈在地，为是衙役在地呢？这公嘛，哎，搿句话得对个呀。搿官长出来嘛，总归草原那地里汪啷汪啷喊个了，也唔知道大不了要坐辣台子里向等那地里喊了喊个。哦哟，你得奇怪，哦，你们是大不了要，我们草人，你这个白天天毕业的，葛么我对草是地多啊？公公，虚如最此也美于子了。可他了啊！忙成地里，啊，每一句句啊，跑，那么一讲着，2岁闹木了啦，一把孤人把了比包围里奔不快的，这奔起来啊，非也水帮忙嘛可以奔得快，不帮忙不来是个闹木的水，那么拿办法就想，你水的这样快法脚血淋淋。所幸一个不小心，一只小脚一撇，这撇通知让我不说得吧？哎，你少了一岁子这样夸，哈，你对得夸，我口里哈识得你对得美，弟弟呀，你美一岁句呀，我是为吧。晨晨凄美谁把不配我绿中一非当的北龙乡为得儿中当赶忙的来中国来好得我不得上街里下去现在呢，放心，不为这是来中国来噻，啊，晓得，别是讲对得快，哎，弟弟演技的快呀，啊，小弟就明白了，其实弟弟与小弟是都应的呀，一人但夫你夫临背。演技的快嘛，哦，明白了。玉空佩佩，飞羽山呼云风，美玉去黑秋中。你看他就美美的醉了哦，谁想在的确醉得美的，那么哪位是醉得美的呢？谁想忙着里头，亲戚背对个了，你不识得个你是个不知哪个地啥么子，他也来听清楚了。谁家里想稍微美一点点，听见的，加上李老郎讲，你为啥要醉得这样快呢？我无理想，哎，不人家当时你当我五百人，其实你当我多人，因为醉得美死了，老太太背后跟着来，我到你两高头来不及讲张个，醉得快嘛，是也快了，我得出卡那里了，哪得不能快着我？最快的必须我到你有劲着我，所以推向妹妹叫，可不来嘛是的，忽悠跟随。这一听啊，背地不是啷讲的，为什么没参与的嘞？为是夸地水吧，那胡高浪响，哎呀，也夸着呢啊！
我考上考试一个不小心背的跟走啊，背笼里头还是放手的为何了？哈，放在我等那背笼里向，空旁与动儿也看见我得下那么水。现在到花园里向啊，不啥人看见在啥人家心才是个那么这个水了。有人把了比包围的不高兴的拿把火也拿起来，我也没啥大家都为你了啊！那是叫一个月就说，原来拿一十身撩一撩起，去想弟弟每一滴水我就累了啊！哒哒哒哒哒！哎呀，去想一听不对呀，背里的声音啥上面的夸起来着？哎呀，不走去看个了。啊，走起一看，哎呦，也是夸张！我也没嘎嘎啦嘎啦的哦哟，这就是这个我不怕的。谁想哪是高人本的夸张？好些过再吧，我有的中有嘛，中有的后有，反正有的那后火有的了，忙过去跟科技一上不了，自作不了，有可这个自作三人工。那么实在嘛是制作三人工呢，并且也要用磨练体相对这个牙齿顶某个制作，一入法律让当中四面特空塞开给少个结果四方更深可据了。每块一条火高必是忙过去嘛，没好在法律上加上一颗抽象个的到了我加上里不水。忙身个里边小路浪向口里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米枸杞啊，去下来不好，说了一句小路，君子往大道而言，今下来这个钱，你这个米对的法律浪向来的有，这个一张公一样，你这个公背了黑了，有啥问题啊？你不要当为大句啊！你句公杯，但是我听有句公义，我听有一个句来的讲，我写的法律等你，你写的法律你还要等我的了。那么我马上一个句，实在当不好啊！你还是跟推相对，你要随手给他讲个的道路么不对的，相互的个火有得得别的。你当里的路水不通啊，水得通；可里的路每块的火高的水得通，水为的水不通的。而且遇到高水对的小鬼好，你讲手机有领了他们对手机，可是狮子里嘛想得来，才晓得高水对的真好。你往往有个到手机去不像狮子林去抽高山，有两个第一次到狮子林高山里向去抽高山，让到我就对不出了，不能出来。啊妈呀，很慢！相互里个火友也是这样的。现在当人10岁奔过来一口，哎呀，说啥不能过去？5日正高，新疆难过去。你的酒确也给他明白，你要对酒确也要非被高山对过去了，跟你对过去的嘞，非来的有。当然要紧把生出来嘛，又要忙的小龙水嘛，忙起出来，水一松呀，哈哒哒哒哒哒，过来嘛，个好呼应得说嘞。你有句那小路老乡对过来，对到这里的哟。哦哟，一口啊，真是的好！我对呢，当中嘛供一声迷了嘛，为嘛背的嘛为的无啥，两旁的两个相旁一阵一阵个不公不杀来，我讲制作个平门，可吹响金制作平门，平门背语啊，每出一张武器啊。里边呢也特空也有敞开下来，光线没亮。可吹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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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上武器，哈，吹响没人是真好，对武器都有高子。我分到河渠高上，到至河渠高上来，这里上武器，没人上武器的样子，我出来也好，是得意了，哎，啊。
就像经济的声音嘛，我来个的哇，头低下去一毛嘛，石头来噻。不是叫上来嘛不上来，等那下头对我看，这个有啥害怕呢？啊，哥哥，女子家的泪有什么好看？哎呀呀，在哪里话嘞？我想我那个美人，罗伊实实了解，还得等，实上里的呀，去狗娘狗去，当人狗嘞，一门香的嘞，烧个香呢，得香了，素香的你的香，和水做的小鬼姑的，一口跟你那个香吧，水狗嘞，我们开。忙到里向一口上门，哦哟，别提起在我门关上长见识。隔壁也有对门，这对门推开来，往里向一口上站一人去地。门子当中，他在路浪下来设想么吃力色虚色然后，将这边厢不无口手，那边厢金石一杯。口称今日名传卡莫的不地富贵，上于世上国岁时，下于一那点的，中西挂一个名人之王，画的非花非菜非真实，大木了走豆浆来，一副对两匹背。上一里是来是姑是来，下一里是来是姐是来。上水里相邻，必称邻与邻，巧与巧，当巧同声言必配。下水里几亲民中，他几枝玫瑰花，神人相逢送来。剧中共一个佛堂，佛堂中共的样式，把有孤人相顺走八宝里的。那帮比金刚经、高王经、崩龙列地真品用金王如银王如佛给，真是水体玉牙石，无如所是小红嘞。这个西高然后的嘞，我为是西谷公子了，西谷私呢，我为家公，我为家私，西谷公子嘛，我孤人公汉。西谷私事嘛，也就趋向出终身。因有西谷公子的，那里对终身而言啊，是不闲话来得到。也对婚特子了，老他来设想孤人啊分空了，被龙江。因有西宫孤人，是啊，对我地来公，哎呀，这西不好了啊！这孤人菩萨得罪了啊！这个嘞，孤人也不叫哪位得罪呢？啊，大家放在那上看，我不是光得特色。哥哥，两类聚在夫妻之下呢。这个对，我看那个美人是好不够啊，心里上想也到句挂上画出来，说现在谁送一什么得他。妖精还得等河驴，不呀？哎呀，那么讲的是，假使不也吃上个两岁举法，见到公孤人公这不记这个人啊！手里我合起来夸，再合一合也去拿上自律也得他的去拿，那有也些是，根本哪弄法呢？定一定人。方才我也没了，火高上最初的路当是按着它，这个这对路都举它的，回到牛路浪上一看，哦哟，好喜呀！真喜淋淋，这副孤人不来一人风景吃开来，假使我再要来的哎，比嘛一人风也许嘛拿孤人娘娘要吃到50里下去，那里好无药的。哦哟，好喜呀！孤人菩萨在这里了，拿起来揪一揪哈，那也得到我这上不里。孤人菩萨见来了啊！这个话不吐露，孤人菩萨浪会呀。哥哥快进公公。是。拿不孤人拿过来，这阵当中不得让谁放一放。
当中国个大马老这个角色，大老头讲了，大马老这个无上内心对得来这个出，专门呢，我也对终身大事，同一张真子过来，不得旁边放一放，这些家里上去呢，对过来一上台，没是通一通开，你到上台上下，拿把锅一拿起来，推一推下来。那个心思上像一叶一的真好呀，弟弟将真儿拿来。是，谁想想那么灵在？那有的辰光来了台上向，我们拿四张灯谁给不呢？你老定个辰光门外头比嘴巴，所以四张灯人家的想法出来，哥哥真儿在此。是说的，太多啊！你对我晓得吧？你想对还是讲？那么我们听你们分，是咋整谁不我？用不着的，小弟这些两个就是了。这门开心那里了，可是你说啥？两个针给到水里向一拿，拿去。是，拿两个针接到水里，一打针牙齿里按一按来，一打针给你个人听一定好，给你打针个人打听一定好。说话真好，下面这两只呀，弟弟定量。你这里不肯吃亏一点点的，根本我不定好了。拿两把针两面，定一定好，我们吹响。哎呀！哦哟，我屋里那里是啥？他等待包厢人啊，方才没好下来，一口吹响，哒哒哒哒哒，吹到是武器里浪，你明明也对啊，怎么哪办法那个机会冲够的哇？假使我台上跳下来飞，你也打。这个辰光打出身办法，你别没说起来，你按人工这个让这个肚里倒追这个，你小意思在这为手对吧？啊，怎么呢？我用计，耳机不能在人家上。哎，我也说个小阿姨，让你婆婆贴贴过来嘛。这辰光不让你走，弟弟往哪里去啊？这房子啊，小亲太太地雷分享。是哪里话来？太夫人命我们二人带来供奉孤人，谁见小弟立在台上开不出这副孤人功德正义不正，倘有功德不正，你们去了，我也走了。太太带来顾客这副孤人功德不正，对太太呀从容没有一非。非要来公正这个孤人，非而一个累死。谁见天地的高来，顾客这个孤人功德正义不正，倘有功德不正，在下的谁来将这个孤人功德正也是呀？出来。是。哎，接下一听你话都有道理。孤人功德不是阿正。因为你自个立了台上了，看不清爽。是的是的呀，因为老太太没欢喜你两家头，说你聪明，说我伶俐。那么见你两家头，一个聪明，一个伶俐，功德个孤人体话不行。老太太摆上来一看，哦哟，你不算聪明伶俐噶，孤人啊功不真该，让我过去看看看。所以天下重新回过来，抬起头来对付孤人一看嘛。啊，哥哥，这夫人真了啊，真了啊！嘣，是吧？哎，自然间跳下来的，跳到吕北了，啊啦啦啦啦啦，一个屁的奔到夫妻里了。哦哟，好喜呀！喜灵灵，两把手腰里一戳，中门把我拉哪里去？这里浪向我是不他的门啊！哎，好了，哈。我要找这里到哪里去啊？哪来我？这是不应该。下来我身上，我要对么几岁的了？谁想对过来？哥哥收开。哪里去？大房厅啊，小亲太太地来分享。啊，你是小亲太太？是。弟弟，你考虑下来若遇了啊，去若无门。我哪是教你还动手动脚的，搁这里地法地法。哎，哥哥，你这样去子，又要变命太太了。
哎呀，俺功不吃给啊！我后边是讲，既然谁知是啊，表弟先差了，谁知被罪了啊！你比这对来个奴隶没说法，最想没说法么？再要追过来，告诉告眼里也不起来。哈哈哈哈哈！恭喜了，当然过来，你好的是子的东脑呢。那也跟着过来这叫。当日在手戏中，弟弟受奖，画下了不言，叮托众生。后来我画下了不言，弟弟受奖，给日在别处待人。如今十四位给领悟地方，在法律上总要听弟弟叮托众生做了一个主吧。这个嘛，哎呀，就想想那个人拿这样自责说的，可见是我们东北门我太忠心，我也不晓得那个人到底是啥人。你现在问我太忠心，我忠心哪可以托不来呢？况且一个日子到了白龙下大船，我来这秋工来着，我到没事的，你在家府里向为此我来，我到你不为人工的，把你为分细心的啦，让我再来求求你吧，哥哥。也没话相求，哥哥。也要求的，求我什么？一是说人欺路恨，最为对义不逆身，欲以今人习人，否穷虐何来的？求哥哥，现在为诸侯中八路上进，出自为不。你能自己给做第三下子？我们俩在把说出去，我是真的当八户，李总管当我挂满当八户，不相信我来，要求我走。哈，弟弟是哪里话来？小弟为了亲情，三小旅行，一片真心。美声金风，我望弟弟为叮托众生。呀，那你定来之上哩，就在秋不定的。哎，公公啦！姐姐讲啊。你家是真正亲的是我真那边的，为此你温容了我眼脸，弟弟呀。老子你是你家大姊妹，我担
为了你呀，我是为亲亲，他劈了狗手，真是义。为亲亲人，对靠乡门不够。为亲亲人，身世十万回；为亲亲，是梦两途。对，都是为了你呀。哎，哥哥啦。弟弟。什么呢？你呀呀哟啦！哎，死去死来，两个你，你莫用啦，呀亲人，呀边的水中。耶，实际上为谁弄的啊？但我不动起来，刚才我也有两郎的意思了，来呀吧，去呀吧，我才不管那边，当我听见是哪里话来呢？我是非非丫头陈君子。不够理生，把你所欲去，不对么？公公啊！啊，都是今生岂不用归去？哦，哥哥，哎，姐妹何以也比？好比什么？喏，
走去下京。好，很个，拜不？我那个孙告诉你，还比四样，还比天上一个月亮，看没看得起？你挪还挪来不想想，挪不着个呀？这还比海大半大不发推，西瓜上和个半的，啊推得上，推不上。再替你开花，再替你结果，对不对？再还比金钟花恰水以内吃，哪怕玲珑恰水金子里这都花内到水了，金子里向去弄都花起熬出来，熬不出来。再还比海中啊，不吃下金龟，海里向个鳄鱼的啊钓得起，总归钓不起，厉害。你厉害，你是个比一比。哈，我们来回答你，在边上在挪得着，我俩我可以挪一些挪啊挪啊的，看哪里身体在？弟弟是想的想，你好比这自己东西，是我真想月宫把带回去。我俩挪了你，手工指挥已经100个家女，挪上个人个俩，挪得上个了。你这是还比西瓜上个布的推不上，推得上个。我要当你的东方朔。得上个东方朔，推上个西的，你说金子里这都花，可以挪个。金中我们那有西花水，分明西花水精微。我觉得侬50个都好扎大耳朵嘛，里向也头脱个时候，你是啥个鳄鱼跌不起，跌得起个？是呀，我当年多把鳄鱼住，后日今啊不然去。可以啊，一种大牛嘛，随时到手咬的鳄鱼把我钓上个走。别个那个人啊，心肠太多。唉，弟弟呀，记住你心肠是铁石。你为头我个两句闲话，你不给应下来把心里啊！你也是我当你流行三先生。哎呀，我个三先生你不行个呀！哎，哥哥，我这三先你是富裕的，富裕的呀！是弟弟呀！你是许骗我上驴与家驴配，大人今把娶个妻儿听死语，生命恩深水去推。
来讲的屁在我流浪向杀伤队里拿张武器拿脱，那是我跳下来跳里边死脱的啊！当人家说你干起来了，我们整个一片真心为之呢。啊，你说个道理，总归是讲委屈我啊！哎，弟弟呀，你今朝不为我三生有，李真呀，我还不那个心话不能看着你真心，我打一点根。你不托众生于我，哎，弟弟呀，我非一世父命，弟弟你不托众生哈。小弟心有双思人的几根的，公来嘛就说你个空路的这种的电子浪上要上上思维的你的，我要好了，有神奇路上，就像吃鸡蛋有点好药，但是在这里忙，你高个喂，有那些师傅用不着当我光棍，个本过去上么就牺牲了，打这个高子。你预备我来求那个，哈哈我要现在个我终身托不难吧？不高兴，我现在来告诉你，谁想来这个定金？啊，哥哥，你当真也是？哎，我是讲这西马德斯，当真要死了，公主也是，公主要死了，只有谁知公公也是。死的该人是谁不要死在此地？哦哟，倒是你恨个哇！像我死在孤零的，也死了该打。弟弟你太就狠心上了，小弟也是，你不来祈求我，你不来祈求我，我不死了。他比较来让你不哈？哈哈哈哈！那么他们这在了解。